3蚊手機零件煉成千億新晉藍籌。呢一個細個嘅箱入面裝嘅就係新晉藍籌瑞聲科技嘅最強產品。瑞聲由聲學零件起家，市場相信 Apple、Samsung 等等主要手機廠都係用緊佢哋嘅零件。唔好睇少最平嘅聲學零件，只係賣4美仙。憑住喺全球聲學零件市佔率達到30%，瑞聲由2005年上市嗰陣，一年賺3億人民幣，10年就增加到每年賺超過30億，股價更加累升30倍，市值突破1000億啦，成為藍籌。公司話係外界對公司財務嘅肯定，對我哋嘅經營策略或者頭先我介紹嘅科技嘅定位咧，應該冇大嘅改變。我哋仍然係抱住一個面對全球嘅一個微型科技嘅市場嘅需求，或者點樣帶到俾我哋客戶最好嘅差異化，或者佢哋嘅用戶體驗點樣提高，呢啲唔會變嘅。瑞聲近年喺聲學以外，逐步擴大到鏡頭、手機天線，連 Apple Watch 同埋新 iPhone 都用緊嘅觸控馬達，瑞聲都有涉獵。佢哋又點睇未來手機有乜突破呢？仍然第一件事呢，好彩啦！我相信微型咧仍然係一個重點，即係技術嘅解決方案咧，仍然應該係以一個微型為一個考慮。而第二方面咧，係要刺激到用戶嘅某一啲感覺。講得簡單啲，佢相信聲學零件除咗音質提升、微型化，仲會支援立體聲同埋防水功能。光學就唔單止拍攝，仲支援虹膜辨識、VR、AR 等等功能。而金屬外殼、觸控馬達亦都會越嚟越普及。